继续来看台南一个妈妈发现讲，读高中的查囝去互伊的国小的同学网络霸凌，讲伊这个同学连续3个月伫个面册用文字来辱骂伊的查囝，害伊的查囝差一点仔就想袂开。这妈妈是气甲去报警，要告查囝这6个国小的同学公然侮辱，讲要互这个囡仔一寡教训。学校已经通报教育局来调查。 台南有一个妈妈伫面册顶面写讲，有6个因查某囝国小同学，因查某囝就去面册讲一寡歹听话，甲做人身的恭敬，佮换派去以后，互因查某囝做种种的代志，互因查某囝想袂开。确实心灵受伤，他居然跟同学已经说想要去死，你们的监护人该出来负责。 这个老母讲，因查某囝和这个同学伫网络霸凌，讲伊做到嘛无资格。不过伊这个细汉查某囝一直拢无讲，若是因为大汉查某囝手机啊歹去填小妹的手机啊，无敢发现跟老母讲，这个囡仔身心有可能继续受伤。目前警方已经受理啊。那协助他是不是会构成？ 我们法律上公然侮辱的部分，我们做相关的一些回应。校方讲，这个老母利用开学时传查某囝去学校理论，立即召开防治校园霸凌因应小组会议，并成立调查小组，启动调查。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调查，希望讲这个霸凌事件唔通再发生。